經犬，今日你帶我哋嚟石硤尾做咩啊？石硤尾有好多歷史嘅建築，跟住嚟，去到你就知啦。我哋到啦。原來你帶我嚟前深水埗配水庫。入去啦。呢度好有歷史感啊！大家好，歡迎大家跟我哋經犬出遊。呢度係香港一座位於深水埗區石硤尾窩仔山山頂嘅戰前水務建築。配水庫採用當時盛行嘅愛德華時代古典復興建築風格，以古羅馬引水道工程技術建造。圓形孔洞嘅紅磚拱券同花崗石支柱係佢嘅建築特色，屬香港早期供水系統中罕見嘅歷史結構。約1898年，深水埗配水庫由香港殖民地政府工務司署負責興建，呢個項目工程師為香港一級歷史建築大埔瞭望台嘅設計師勞倫斯·吉布斯 （Lawrence Gibbs）。配水庫落成後稱為九龍塘配水庫，佢將食水從九龍水塘輸送到荔枝角濾水池，又或途經此配水庫到油麻地抽水站。到1905年，當局提交予立法局嘅報告指出，該配水庫落成日期為1904年8月10日，亦係九龍半島現存第二古老嘅蓄水池。僅次於係1885年落成嘅京士柏油麻地配水庫。係2017年水務署係檢查中發現假抹崗頂部出現裂痕，計劃清拆後回填土地交還地政總署。2021年1月初，水務署亦證實假抹崗已有116年嘅歷史。同年6月10日，古物諮詢委員會於會議中確認此配水庫為一級歷史建築評級。當時發展局亦表示會繼續為配水庫進行改善工程，確保配水庫嘅結構安全後，12月15日至2022年6月14日舉辦前深水埗配水庫導賞團，從2024年8月開始，參觀無需預約，但人數上限為100人。喂，大家咪走住！做咩啊？我哋經犬有好嘢同大家分享。我哋經犬香醇經典嘅熊貓仔巴西掛耳咖啡嘅包裝上，會用呢個前深水埗配水庫做背景。新一批熊貓仔熊貓女咖啡即日起接受預訂，預計係農曆新年前會俾到大家。一盒10包新春馬上獻啡，有5包熊貓仔掛耳同5包熊貓女掛耳咖啡，預訂價120蚊，大家都快啲預訂啦！